超過50歲肌肉流失好容易拗柴。等等先。想有效預防拗柴，我哋一齊鍛鍊下小腿外側肌肉。好，今次我哋鍛鍊小腿外側肌肉，有效預防拗柴。今次需要一個道具係個橡筋帶，係啦，穿喺隻腳度，係啦，腳踭掂地，做一個外旋嘅動作。留意就係盡量膝頭哥係唔喐嘅，盡量係個腳腕呢度喐，發力為主。係啦，做大概10下。好啦，做完一邊就做另外一邊啦。同人哋做一個外旋嘅動作，咁樣可以鍛鍊翻你小腿外側嘅肌肉，係減少拗柴機會嘅噃。咁如果想由湯師傅為你全身做一個筋骨調整，預防痛症，歡迎留言保養，我將資料發放俾你。